城嘅呢一個盤120平做4房，單價仲要比周邊嘅樓盤要平成5000蚊一方。我哋即時去望下。入嚟睇4.6米嘅客廳開間，餐客一睇直出陽台，呢度每日都有陽光曬到入嚟，通風到夏天都唔使開空調啦。主人房帶咗個超大嘅套間，瞓覺前喺呢度浸翻個泡泡浴，再望下出邊嘅靚景，呢種享受先叫生活。仲有2間房，兒童房、長者房。呢個房間改造成飯廳嘅位置，8到10型嘅餐台放翻喺度，招呼朋友超大氣啦。出嚟就係我哋嘅生活露台，全贈送面積，望出去就係我哋無遮擋嘅城市景，夜晚就可以睇住萬家燈火嘅氣息。成10平嘅一個 U 型廚房，再多嘅餐具都夠晒收納。呢個120平嘅單位足足送咗50個方俾你啊！而且呢個地段交通非常之便利，10分鐘可以去到我哋周邊各大嘅商場，30分鐘就可以去到深圳，1個鐘就可以返到香港㗎啦！想唔想知道底價係幾多？快啲喺評論區留言，我帶你嚟實地睇樓啦！